係 Nicholas， 教你轉化嘅治療師。先分享今日分享嘅文章先。我的心智是一座裝滿美好想法的花園。想像你的心智是一所花園。首先，花園是一片泥土地，可能生長着許多自我厭惡的荊棘，以及散佈着絕望、氣憤、擔憂的大小石塊。還有一棵需要修剪的老樹，名叫恐懼。等你解決了這些玩意兒，土壤的狀態會日漸變好。於是你種下了一些喜悅及富足的種子或小幼苗。陽光灑落在花園裡，你耐心地在此澆水、施肥，用愛來關注它們。一開始似乎看不出什麼成果，但你沒有停下來，還是繼續照顧你的花園。如果你有足夠的耐心，花園會欣欣向榮，開花結果。你的心智也一樣，你挑選你想要滋養的想法，然後耐心地等待這些想法茁壯成長，創造出你想要體驗的美麗花園。當我打開呢一頁，見到呢一篇文章，見到呢一個比喻嘅時候，其實我係毛管動嘅。首先就係過往我都有帶領過啲 meditation 睇下去想像自己嘅即係去咗自己嘅內心嘅一個花園啦。嗰個畫面好清晰啦，嗰個形象好突出啦。其次就係佢嘅當中嘅比喻入邊有一啲嘅擔憂啦，一啲嘅負擔啦，係好似石塊咁樣啦，一啲嘅自我厭惡嘅荊棘啦。荊棘其實都係植物啦。不過佢會比較霸道啦，同埋會容易你埋去你會受傷啦。個樣唔好睇啦。其實同樣都係植物嚟嘅喎，同所有嘅燦爛嘅花，有香氣嘅花，色彩斑斕嘅，都係一樣嘅植物。講緊嘅其實都係一樣係情緒。自我厭惡係一個情緒，絕望、氣憤、擔憂都係一啲情緒。連佢話一好需要修剪嘅嗰棵老樹，恐懼都係一樣係情緒。問題係你想你嘅嗰個花園，你個內心嗰個花園係佈滿乜嘢植物？成個花園都係荊棘，都係充滿住擔憂負擔嘅石塊，充滿住好大棵老樹嘅恐懼嘅老樹。呢個都係一個花園，都係滿佈植物、滿佈大自然嘅東西。但係咪所謂嘅美麗花園？係咪你想要嘅？係咪你所渴望嘅？如果係嘅，可能你都會生活得有啲辛苦，長期喺一個自我懷疑，長期喺抱怨，長期喺自責入邊去生活，其實聽落都幾辛苦。同樣地，如果你願意去接納呢啲嘅情緒，甚至係佢個文章入邊用嘅字眼係等你解決了這些玩意兒啦，土壤的狀態會日漸變好。於是你就可以種一啲喜悅富足嘅種子或者樹苗。佢用解決啦，我會覺得係接納啦。嗰個解決嘅方法係接納佢。
我哋唔可以解決到一啲情緒。我同好多朋友分享，同我嘅個案分享都係，其實我哋唔可以消滅、消除、KO 或者解決咗一啲負面情緒。我哋唯有係接納佢、擁抱佢，去睇見自己係真係受傷，或者係真係好好關顧你自己嘅傷口，其實先至可以將個土壤變好。你話哇，擁抱啲荊棘係咪傻㗎？咁你會受傷咯，係㗎。你可以想像就係我哋討厭自己，文章所寫嘅自我厭惡嘅荊棘。我哋討厭自己，我哋自我質疑，我哋懷疑自己嘅存在，或者懷疑自己嘅能力。如果要去擁抱佢，其實係會痛㗎，因為當中背後一定會經歷過一啲嘅，可能係細個俾屋企人批判，可能係俾你所愛戴嘅老師嘅質疑或者係指責。小時候被同學排擠、欺凌嘅否定，通通呢啲都會建構到今天嘅你嘅一啲自我懷疑、自我質疑、自我厭惡嘅感覺。所以如果要重新去擁抱呢啲感受，呢啲過去係辛苦、係痛㗎。That's why 點解需要有心理治療嘅出現？點解我哋呢個專業啦，表達藝術治療啦，用藝術去表達翻你過往嘅一啲經歷、感受、情緒，呈現翻俾你喺你面前，重新去接納佢、擁抱佢。點解會有呢啲嘅工具方法出現？係好赤裸裸地，係會感覺受傷、會痛嘅。不過呢個痛，呢個陣痛啦，當你能夠跨越，能夠喺個當中入邊揾到你嘅價值，揾到為佢賦予一啲意義嘅時候，你就會成功，好似打機咁樣，你過咗呢一關。過咗呢關，每過一關一定會有啲禮物出現，有啲嘅獎品，有啲嘅武器，咁你就會更加你就識叻啦，可以有一個更好嘅裝備，有更好嘅即係你嘅能力值，你嘅每一個一條巴都向上升咗，係有趣嘅呢一個，即係呢一個比喻係我好中意用嘅。有啲人都會話喂，好似打機咁樣嚇，咁你下一關咪更加難？係㗎，下一關可能真係更加難，但係我哋真係唔知道下一關會係啲乜嘢，因為呢一關你都未過。咁至於去到下一關，你選擇花幾多時間去打，定係原來下一關冇你想象中咁難嘅喎？有打開機嘅朋友都可能試過嚇，點解無啦啦上一關棘咗好耐，搞咗好耐都過唔到，但係到下一關，咦咁易嘅，咁容易就可以再去之後再去一關嘅？係啊，呢個係遊戲嘅設定，有啲關卡係可能真係會卡好耐，過咗呢關之後好順暢，有可能之後又會有一關會卡好耐。個人生嘅遊戲或者靈魂嘅遊戲就係咁樣，再去到下一關你卡好耐，你選唔選擇去迎面迎接佢，定係卡陣先啦，都冇乜相干，我覺得都 feel comfortable 係舒服嘅，依家係呢個狀態，咁你停喺嗰度咯，冇問題嘅。最緊要我哋知道我哋願唔願意卡喺呢度？如果你唔願意卡喺呢度嘅話，咁就要 make change， 咁就要 transform， 咁就要揾方法。如果你都覺得 OK 卡喺度嘅 ，OK 可以嘅，
我哋係可以選擇躺平，我哋係可以選擇就停喺呢個位置，冇問題嘅。因為我哋內心嘅花園係的確，我哋去選擇擺咩植物落去。你話喂，係咪一定要清除晒所有嘅恐懼、自我厭惡、擔憂、絕望氣氛先至開始種一啲善良啦、富足喜悅嘅種子咧？當然唔係啦。你可以依然保留一部分你有恐懼、你有擔憂嘅啲植物喺度。其實負面情緒佢都有佢存在嘅價值。負面情緒嘅存在就係為咗保護我哋去免除接觸到一啲好容易令我哋受傷嘅一啲自我保護機制嘅。我哋見到火，我哋唔會主動走埋去捉摸佢，再埋啲，我哋都會有驚嘅情緒，我哋都會有擔心辣親、整親、受傷嘅想法喺度，咁我哋自然會埋去觸碰啲火，咁呢個係一個自我保護機制嚟嘅，所以負面情緒依然有佢存在嘅意義喺度。咁不過文章所講嘅就係，我哋係可以選擇我哋個內心嘅花園係栽種啲乜嘢植物，點樣去滋養佢？其實當你開始栽種一啲富足啦、喜悅嘅種子嘅時候，點樣去滋養佢？靠嘅就係你每一日去淋水去施肥，即係點啊 ？Meditation 係一個方法啦，我哋保持臨在，翻嚟當下，學識專注每一個當下，係一啲方法啦。運用一啲嘅自我照顧嘅工具，精油或者係點鼠尾草呢啲嘅工具係一啲方法，都係為你內心嗰個花園去施肥嘅一啲方法。方法好多，大家可以揾啱你選擇合適你嘅方法。重點係嘗試啦，重點係你會選擇去施肥。即使再好、再貴、再名貴嘅種子，你唔淋水唔施肥，佢都一樣會死。所以有好嘅種子好重要。往後淋水、施肥、照顧佢，呢個先係再持續去令到佢成長嘅竅門啦。跟住落嚟，我哋會係去到 meditation 嘅部分。邀請每一位，如果你係坐喺床嘅，可以揾一個依靠，挨住枕頭，挨住牆壁。如果你係坐喺凳嘅，都記得係有一個有凳 pan 嘅一張凳。雙腳可以平放喺地下，或者盤膝坐都可以。雙手手心向上，放喺你嘅大髀。戴眼鏡嘅朋友可以除咗眼鏡，同時都邀請大家斟定一杯水擺喺你嘅身旁。我哋都鼓勵大家做完 meditation 要飲多啖水。當你預備好一切嘅時候，我哋即將開始陣間嘅 meditation。呢個係返回你內心花園嘅一個冥想練習。邀請每一位專注喺你嘅呼吸，專注喺你每一個嘅一吸一呼。留意到你吸氣嘅時候，胸口同肚皮向上升；呼氣嘅時候，膊頭向下降。嚟多一次，吸氣嘅時候，胸口同肚皮向上升；呼氣嘅時候，膊頭向下降。將個注意力放喺你嘅背脊，你嘅背脊同你嘅衣靠。
係牆壁、凳柄、枕頭，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依靠嘅，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被承托住嘅，係穩陣嘅，係安全嘅。想像喺你面前有一道白光，呢道白光好柔和，好溫暖。你慢慢靠近呢道白光，直至到整個白光都包圍住你，好柔和，好溫暖。穿過呢道白光，你會見到一條樓梯。你知道呢條樓梯係通往你內心花園嘅，一路向上行，一路向上行，去到一條橋嗰度，穿過呢條橋就係去到你嘅內心花園。你喺呢條橋上面，一步一步向前行。由遠到近，慢慢你見到你嘅內心花園，慢慢一步一步靠近你內心嘅花園，直至到你見到你內心花園有啲圍欄圍住咗，你內心花園有一道閘門。你推開嗰道閘門，進入你內心嘅花園。你有少少熟悉嘅感覺，但係又好似好耐冇嚟過。雖然有一段時間冇嚟過，不過一啲都唔陌生嘅。入邊嘅花、草、樹木、石頭，通通都係你栽種嘅內心花園。喺你內心花園，你可以四周圍睇，四周圍框，想停低就停低，想踎低望下啲花就踎低望下，甚至你想攬住一棵樹，觸摸住一嚿石頭，撫摸一下小草小花都可以。喺你嘅內心花園，你行咗一個圈，你望見中間有一個噴水池，清澈嘅流水，係晶瑩嘅，少少冰凍嘅。你走埋去噴水池嗰度，你知道呢個噴水池一路滋養住你嘅內心花園。呢個噴水池流出嘅水會流到去整個花園嘅唔同地方，滋養住你內心嘅花園。你走埋去噴水池嗰度，你撫摸一下清澈冰涼嘅水，當你離開噴水池，你被另一個聲音吸引到，你內心嘅花園同時間都有啲小動物，有啲昆蟲，有蝴蝶，可能有松鼠，可能有兔仔。如果你願意，佢哋會靠近你，
意，甚至佢哋可能有啲禮物送俾你。你可以伸出雙手迎接禮物，講一聲多謝，甚至俾一個擁抱俾佢。收到來自內心花園小動物嘅禮物，你可以好好欣賞，睇下係咩嚟嘅，好好收好，因為呢一份係一份珍貴嘅禮物。呢份禮物係你內心花園送俾你嘅禮物。最後，你可以走埋去一朵花身邊，好好咁樣欣賞佢，好好咁樣撫摸佢。呢朵花叫做希望嘅花。你知道，你能夠好好咁樣栽種呢一朵花，滋養呢朵花，甚至你可以輕輕撫摸、擁抱希望嘅花。好好感謝希望嘅花，好好感謝你內心嘅花園，好好感謝呢度嘅小動物、小昆蟲。你再一次望向整個花園，環顧四周，將愛傳送俾你內心嘅花園啦。同一時間感謝佢，感謝佢會一路成長，一路被滋養，一路健康。你亦都知道，當你願意嘅時候，你隨時都可以再返嚟你內心嘅花園去休息，去感受。你離開內心花園，將嗰道閘門閂返埋，沿住嗰條橋，一步一步離開你內心嘅花園，一步一步經過嗰條橋，去返樓梯，落返樓梯，你再一次見到白色嘅嗰道光，係溫暖嘅，係柔和嘅嗰道白色光，直至到整個人俾白色嘅光包圍住。穿過嗰道光，邀請每一位再一次留意到你背脊同你嘅依靠嘅接觸。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被承托住嘅。再一次留意到你嘅呼吸，吸氣嘅時候，胸口同肚皮向上升；呼氣嘅時候，膊頭向下